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爹地，台语安尼写，爹地。华语的基础、根本、底序、根基，台语拢会使讲爹地。民间的念歌是台语文学的爹地。台语若要拍爹地，就要为罗马拼音开始来学起。伊只是体面好看头尔，其实无啥物爹地。伊真努力、真拍拼，加上有一个好爹地，所以早年就赚真侪钱。伫咧遮，这个好爹地就是好底、好底下、好出身的意思。若揭疮疤，台语讲亚爹地，也则是亚金底。有一寡媒体就是靠甲人亚金底来赚钱。这选举选到乌天暗地，候选人是互相亚爹地来抢票。爹地的地，后底啊，就是后睛，就是华语的喉结小舌。你还未出声，我就看到你的后底啊，就是你要讲啥，我拢知咧。爹地的地，地头啊，讲草鱼、皮薄，真会伤到果肉。要洗进前，地头啊先留咧，等要食的时阵，才甲地头啊挽掉，安尼才袂伫咧清洗过程中伤到果肉。乡亲啊，上尾做一个味菜互你药。红漆桶，乌漆挂，10人看到9人爱。又一项水果，就是蛆仔。迄个乌漆挂就是咧讲蛆仔乌色的地头啊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爹地实在真趣味。